譬如話你我世間咁繁榮咁多法，你用邊套咧？咁既然間我有緣分嘅，又用到出嚟，所以又拿住個金剛明法同我本身經咧，就要喺世間做工作夠用啦。因為個心經俾我用咧，變咗譬如話我自己嘅金句啦，只講好事，莫問前程，嗰個就以無所得噶嘛，就有個以無所得心嘅精神咯。嗰兩句說話，只做好事，莫問前程，咁係嘛？作為自己嘅行持嘅之一咯，就係無所得心嘅力咯。即係乜都唔好理啦，你做好事算數啦，咁係嘛？冇回顧冇成，話又唔理，哇！你呢啲衰人，或者你點樣梗係幫佢啊？因為共產黨又貪污又腐敗，你又翻去中國幫佢哋咁，咁呢個咧已經唔係無所得啦嘛，你都有數計啊嘛。